嘛开始帮5岁到11岁囡仔注莫德纳的预防射。高雄市甲桃园市对着第一波今仔日开始来注，新北市明仔载要注，台北市是规划5月初5。若辉瑞儿童疫苗按算伫6月初要开始来注。提醒咱的家长，这个囡仔注完着预防射了后，若出现4种的症头，就要赶紧来送病院。第一，发烧、烧袂退，超过2天48点钟；第二，这个副作用持续几啊天拢无较好；第三，严重过敏；第四，疑似有心肌炎，或者是心包膜炎，譬如讲胸口会起痛、心肝头扑扑踩、呼吸困难、大心溃，甚至昏迷，这拢要赶紧甲囡仔送病院。我们同意，我们是同意啊。原本同意，后来又改不同意。想说有疫苗就赶快打。我们目前是不同意。要注还是唔注，真正头壳莫哩烧。打过劳动节，今仔日注囡仔的莫德纳预防射开始注，伫咧中华潭墘国小，就直接甲教授当作注射站，互囡仔排队等咧注预防射。深呼吸哦。另外，伫咧桃园大潭是甲活动中心运动场变作是预防射注射站。除了莫德纳，预计伫咧6月会个辉瑞预防射，家长免怎选，专家来互你建议。5到11岁的小孩都可以使用这2种疫苗的其中一种。我想最主要是第一针一定要先打了啊。那再来就是第2针，如果说有些年纪比较小，比如说1、2年级的体重很轻的。他不愿意打莫德纳，他觉得莫德纳剂量太高，他可以在第2针的时候，说不定可以考虑选 BNT 的。台大理科病院院长黄立明就讲，即摆经注第1射，确保5岁到11岁囡仔的保护力。不过，中央医生宋医师何美香来讲，伊无共看法。是5岁到11岁的小朋友的死亡率应该是远远小于就是0.0.5，太小了啦。我们要给他这个疫苗，它的好处实在是，因为它的坏处本来就很小，对于健康的小朋友，那我们其实是不应该给他这个未知的风险啦。不过，不是全部的囡仔拢无建议注，若是有免疫力的症头，或者是有慢性病爱插管，拢建议爱注。若敢要互囡仔注预防射，或者是注倒1礼拜注，家长就要目睭闭护金来评估囡仔的身体情形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